年礼物真的很多哎，比去年还多哎。光，你不去来拆礼物吗？嗯。先等我这边练完。哪有人生日在练琴的啊？你先不练，他也不会发现啊。琴不能不练，手感会不见。而且我要把老师交代的都练完了。啊，不然现在吃巧克力。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的？拜托，我那么懂你哎。我爸妈今天晚上有订很好吃的餐厅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今天不太方便。又是他吗？他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我看你常常都不开心哎。他也没有你讲那么糟啦。他是没有照顾好你。今天该被照顾的人是你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